Hello，今次呢條片咧會想同大家講分佈域，咁英文就係 range，係啦。咁咩嚟嘅咧？其實分佈域咧就係攞嚟計算數據離差嘅其中一種方法。咁咩叫離差咧？其實即係嗰一種數據嘅分散程度啊。係啊，例如即係可能全班嘅測驗分數咁樣啦。咁到底我哋全班嘅分數係集中晒喺某一個部分，例如全班都集中晒係70分左右啊，定係其實有啲人100分，有一啲人係10零20分咁咧？咁呢啲就係個分散程度咯。咁我哋咧其中一個睇分散程度有幾大嘅方法咧，就係計算呢個分佈域啦。咁所以分佈域條公式係點咧？咁最簡單直接要計啲數據幾分散啊嘛。咁咪就係用最大嗰個數據減最細嗰個數據咯。咁睇幾個例子就明㗎啦。A 組呢度101、103、109、111、112嗱，咁我哋見到最細嗰個就101，最大嗰個就112。咁所以分佈域睇呢堆數據幾分散啊嘛。咁最大呢個112減最細嗰個101，咁所以分佈域咧就係11啦。咁咯。B 組呢個數據咯喎，2、7、9、30、45，咁又睇下啦。最大45，最細係2喎，咁個分佈域咧就係45減2就等於43啦。嗱，咁呢一度都想講一講嘅。咁其實我哋見到 A 組啲數據全部都100以上嘅，而 B 組嗰啲數據咧相對 A 組又細好多噶嘛。咁但係我哋見到啲咩啊？我哋見到 A 組嘅分佈域係11，而 B 組嘅分佈域係43喎。B 組嘅分佈域咧係遠遠大過 A 組嘅分佈域咯。咁所以大家就要明白一樣嘢，就係啲數據咧好大唔代表分佈域好大嘅，啲數據好細咧都唔代表分佈域好細嘅，因為分佈域其實唔關數據嘅大細事。分佈域講緊嘅係最大嗰個數據同最細嗰個數據相差幾多 ？OK 嘛？好，咁再睇 C 組咯喎。咁 C 組嘅分佈域又係幾多啊？俾2秒你哋諗下，係咪6再減1啊？咁我相信聰明嘅你哋應該都知道唔係啦。嗱，對於 C 組呢個數據咧，最大嗰個係10，最細嗰個係0。所以呢度個分佈域咧就係10減0就等於10啦，咁咯。所以咧其實條公式好簡單，最大減最細，但係就小心呢啲位唔好俾人陰啦。特別 C 組呢啲睇清楚邊個先係最大同最細，未必擺喺頭同尾嘅。好，再睇一個例子嗱，幹葉圖顯示20棟建築物嘅高度以 m 為單位，咁求20棟建築物高度嘅分佈域、中位數同4分位數間距嗱。咁今次我哋就淨係睇分佈域啦。咁呢度分佈域最大減最細啦嘛。咁所以呢度分佈域等於咩啊？最大一個就唔係8喎，最大呢個8係代表58喎，而最細呢個咧7喎就唔係喎，係代表17喎。所以呢一度個分佈域咧就係58減17。咁就等於41嗱。以為咁樣就做完咧，就會冇分啦。即係其實條數好簡單，但係就唔好衰呢啲嘢冇分。41米啦嗱。如果條題目有單位嘅話咧，咁記得分佈域寫翻個單位喎。你唔寫單位嘅話咧，咁人哋可能以為啊，你20棟建築物高度嘅分佈域。原來最高同最矮嗰棟係相差41 cm 咁喎，或者係相差41 mm 喎，係啊，咁就唔係啊，係41米喎。咁所以記得有單位要寫翻。好，睇多個例子啊。呢度我哋見到家庭成員人數有2個啦，咁嘅頻數就係1。家庭成員人數有3個咧，個頻數就11。家庭成員人數係4咧，個頻數就8，咁如此類推啦。咁然後就求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啊。咁呢個表其實點睇嘅咧？係啦，呢個表嘅意思其實即係個家庭成員人數
家庭成員人數其實係點㗎？其實就係首先有一個同學嘅家庭成員人數係2啊，然後家庭成員人數即係有3個家庭成員嘅有幾多個同學咧？咁呢度就有11個同學嘅家庭成員人數係3，咁然之後有8個同學個家庭成員人數咧就係4個嘅。咁家庭成員人數係5嘅話咧，咁就有3個同學啦。咁而最後家庭成員人數係6嘅咧，就有2個同學。咁所以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咧，咁佢係問緊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啊嘛。咁我哋就睇翻家庭成員人數嘅最小值係2，家庭成員人數嘅最大值係6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答翻啦。家庭成員人數的分佈域係直接寫分佈域啦。分佈域就等於6減2，咁就等於4啦。嗱，咁呢題就冇單位嘅，係啦咁咯。咁所以透過呢題咁，希望大家學識呢一個表其實係咩意思？頻數即係代表有幾多個。例如家庭成員人數係3嘅頻數係11，即係代表其實33333呢度有11個人嘅回答都係3個家庭成員咯。係啦，咁如果你想快啲嘅話，咁點啊？快啲唔列呢個表出嚟嘅，咁好簡單啫。佢而家題目係問緊你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啊嘛。咁你咪直接睇家庭成員人數呢一行咯。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，咁呢一行最大係6，最細係2啊嘛，咁所以咪6減2咯，咁咪4咯。OK， 咁就唔好俾憑數嗰一度 fix 咗啦。係啦，佢問緊你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，就淨係睇家庭成員人數呢行就 OK 啦。個憑數唔關分佈域呢度事啦。係啦，咁就6減2，係啦，咁呢個位就小心啲咯。好，咁所以最後有咩注意事項咧？分佈域就係最大減最細啦。咁第一樣要留意嘅，睇清楚邊個係最大同埋邊個係最細。係啦，例如呢度 C 組分佈域最大同最細唔係頭尾啊嚇，係中間喎。佢今次啲次序亂嘅喎，最大係10，最細係0，所以個分佈域係10減0咁咯。第二樣要注意嘅單位啦，咁睇翻呢度建築物高度嘅分佈域呢一題。咁你計完分佈域最大係58，最細係17，分佈域係41，記得係41米，就唔係41毫米咁啦。有單位嗰啲記得寫翻。第三，睇清楚題目係問緊乜嘢嘅分佈域啊？呢度問緊家庭成員人數嘅分佈域，就淨係睇翻家庭成員人數呢行，最大值係6，最細值係2，所以6減2。憑數呢度就唔關分佈域事啦。好，咁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啦。咁就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翻呢個 channel。咁有啲咩咁都可以 comment 嗰度講翻嘅，或者問翻我嘅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